譬如 BB 5至24個月呢個範圍之內咧，可以進行一個睡眠訓練。假設 BB 咧係夜晚醒好多次啦，咁我哋可以用一個哈佛醫學院醫生所創立嘅方法。咁其實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，有一啲有得佢喊到瞓咧，就叫做 cry out。呢個咧係業界其實已經唔再推薦使用㗎啦。哦，OK。即係好多老人家就會話：誒由佢喊到瞓啦，咁啊最快。佢攰咗咪瞓咯。係啦，就係呢個，的確係一個睡眠訓練嘅方法，但係會傷害親子關係。咁但係研究顯示咧，如果 BB 佢係有一個安全、科學、有效嘅方法咧，佢嘅親子關係有一個5年嘅追蹤研究發現咧，親子關係會更加緊密咗，因為 BB 瞓得好咗，媽媽又瞓得好咗，大家咧就會更加個相處更加融合啦，更加和平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係喺個睡眠訓練嘅過程之中咧，14日裡面已經係可以令到佢連續睡眠10至12小時啦，即係由一晚醒10次，由2個星期之內，好犀利喎，瞓10個鐘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快速同埋安全有嘅方法啦，同埋香港人最緊要快啊！